这个郭文铁交保重新得到自由，讲民众党的人士并无袂记得当时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江小平甲游淑慧对打着金华社案的猎头，因两个人嘛将做民众党的眼中钉。国民党的政府主席郝龙斌认为，因两人若有造成民众党的不满，都应该爱家己负责处理。各位朋友们，对的是再做一次。为了反罢和南北竞做伙，因过随着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恢复自由，听讲党内人士有意见，认为讲被收押足足一档回过金华城案件部分，国民党的人士当初的攻击态度大将的。游淑慧跟钟小平他们，我想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台湾民众党这些不满呢，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应该处理事情。准备要选国民党主席郝龙斌面对南北合作，承认讲会要求党的公职人员有所节制，是讲过去为了台北市长任内5大案，甲郭文铁嘛捌西牛就港。柯文哲已经是民众党的一个负债啊，他绝对不是资产。我跟柯文哲我们没有私人的恩怨，而且对于这些小恩小怨啊，在这个蓝白要合作啊，要下架民进党这件事情上，绝对有共识。有新民调七合湾即马拢放下，包括捌伫骨屈三方的会谈所搬的分手擂台。如果 credit 要给郭董，直接在他家也可以，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休。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哦，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新北市长侯友宜如今也隔空声援柯文哲司法案件。我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借着这个事件，大家好好探讨我们司法到底出了哪些问题。罢免后，南北合作的大原则之下，小小风波拢会回归平静。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